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智慧密碼讀書會 Cow Book Club， 讀出智慧，活出精彩。咁喺上一集我哋就介紹咗作者柴桑另一種天才呢本頭腦工具書。呢本書嘅目的係幫助讀者解鎖自己嘅隱藏天賦同構建頂層視覺，幫我哋多元提高知識面，將內心真實追求轉化為行動嘅靈感指南。咁喺上一集我哋探討咗第一章嘅心靈雞湯、消費主義、鋼精人格特徵同埋大數據媒體點樣操縱我哋嘅世界觀呢幾個題目。咁今日節目嘅內容就犀利啦，我哋會講思維強化同升級，點樣比同齡人高一個維度去思考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，一定要睇到尾啊！仲有，其實做一集節目係需要好多時間同精力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嘅頻道，等我哋可以繼續為大家做節目。仲未訂閱嘅朋友，請立刻訂閱啦！仲有記得留言、讚好同分享俾你啲朋友啦。OK， 今集我哋會講幾個非常有用嘅心法。一、點樣利用超強學習力練成快速學習一門技能。二、點樣利用鹿鼎思考模去學習精英嘅多維度思考方法。三、點樣練成沉浸閱讀嘅心法，威尼斯閱讀 VS 雜貨鋪閱讀。四、點解要進行非功利學習。五、同埋最後點樣用21分鐘基調時區去拯救你嘅間歇性墮落。第一點，點樣極速學識一樣技能。速成呢樣嘢係呢個快靚正社會嘅新興標籤，為咗迎合呢種風氣，市面好多課程都係咁。究竟點樣正確開始學習一門技能？我哋一步步拆解。其實呢一部分嘅軸心內容，作者係參考咗詹姆斯·克利爾 James Clear 原子習慣嗰本書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考一下。學習技能嘅3階段模型。當你由零開始學一樣嘢，可以分成3個階段。1A 區，完全唔識，所有未掌握嘅知識同技能都喺呢度。2B 區，識做但吃力，經過學習同練習，部分技能開始熟手，但仲未得心應手。3C 區，精通，反覆練習後，技能變得自然流暢，達到熟練水平。學習嘅過程就係將 A 區嘅嘢慢慢搬去 C 區。當 A 區清空，理論上你就精通咗呢門技能。舉個例，學攝影。假設你想學攝影，A 區可能包括揀器材、調整參數、構圖、光線運用、後期修圖。階段1，初學。由 A 去 B， 你睇咗一日相機評測，知道唔同牌子嘅分別，買咗部性價比高嘅機，但仲未肯定係咪最適合自己。咁揀器材就由 A 區移去 B 區。階段2，熟練。由 B 去 C， 用耐咗，你清楚自己需要咩功能，再換部更啱自己嘅相機。咁揀器材就正式進入 C 區，代表你真正掌握咗。同樣道理，學構圖時，初頭要對住教程慢慢試，後來一拎起相機就自然擺到最佳構圖。咁構圖就由 B 區升上 C 區。進階學習，A 區永不枯竭。但係如果你想成為專家，A 區唔會完全清空，反而會不斷發現新嘢要學。例如開始學用3腳架，研究無人機航拍，呢啲新技能又會加入 A 區，形成持續進步嘅循環。甚至有啲技能可以跳過 B 區，直接由 A 去 C。所以完整嘅學習路徑應該係咁，持續循環 A 去 B 去 C， 同時不斷擴充 A 區。咁樣你唔單止可以不斷進階，仲可以成為領域嘅高手。咁點樣填滿 A 區？首先要建立知識地圖，即係拆解學習藍圖框架，然後整合技能。建立知識地圖嘅方法，最系統化嘅方法就係從經典教材嘅目錄入手。相比專欄或者網上文章，書本嘅結構通常更嚴謹、更全面。第一步，揀3至5本有關科目嘅經典教材。第二步，快速瀏覽目錄同核心章節，了解全書結構，讀下前言同頭2章，掌握基本概念。快速翻閱其他章節，知道每個分支研究內容概念。咁樣，你已經可以整理出一個初步嘅知識地圖，知道要學啲咩，再將呢啲內容逐一放入 A 區，慢慢進攻。下一步，點樣由 A 區推進到 B 區？點樣由唔識變精通？刻意練習嘅正確打開方式。好多人聽過刻意練習，
但係刻意練習不等於死練爛練。作者表示見過唔少人好努力，但方法錯咗，結果學極都學唔識，最後打擊自信，甚至覺得自己天生唔係呢方面嘅材料。真正有效嘅刻意練習係要目標明確加高效反饋，等自己每次練習都有進步，先至可以持續落去。否則練到心攰就放棄啦。點解咁多人堅持唔到？B 區半桶水太多。B 區技能做到但吃力，做得多又未夠好，正反饋少，挫敗感多，最後乜都學唔精。正確做法，逐粒小技能攻破。關鍵係將大技能拆到最細，逐樣練到95%精通，再學下一樣。作者提議嘅刻意練習3部曲：第一，拆解到最細，揀一個未掌握嘅子技能，拆成13組練習，4590分鐘，可精通嘅小任務。第二，單點突破，只專注練一樣子技能，直至達到95%精通先轉下一樣。如果練極都未達標，再拆細啲，避免堆積半桶水。第三，循序漸進，每次練習只挑戰稍微超出能力少少嘅任務，慢慢擴展舒適圈，唔好貪多，精通一樣再一樣，咁樣就可以達至 A 區拆細，B 區清零，繼而 C 區累積，咁樣精通嘅小技能就會越多，整體能力就越強。記住，精通唔係一次過做好多樣嘢，而係一樣一樣咁征服佢，好似打機升呢咁，逐關打爆，自然成為高手。點解可以由 A 跳級去 C？ 專家嘅共通點，感性知識 （tacit knowledge），佢哋嘅大腦已經外化咗大量隱藏規律，形成咗專家直覺，但意識層面解釋唔到。當你持續接觸大量高質量案例，大腦會自動從雜訊中提取規律，例如睇1000張靚相，自然記住黃金構圖，同埋跳過理性分析，直接觸發直覺反應，例如第一次拎相機就自然擺出靚構圖。實用方法，點樣培養感性知識？一、大量高質量輸入，學攝影，每日睇50張大師作品；學寫作，狂讀經典文學，唔好急住分析。二、即時反饋，例如影完相即刻俾高手評點。三、唔好急住問點解，感性知識靠體驗而非解釋，大腦自己會喺背景模式學習。記住，感性學習適用於難以用語言解釋嘅領域，如藝術、直覺判斷。如果你想擁有一拎起就識嘅專家手感，與其死記理論，不如浸淫喺頂尖案例中，等大腦自己開竅。其實世上冇速成，只有用啱方法加海量高質輸入加即時反饋。而家就開始：一、揀你想學嘅技能；二、揾100個頂級案例瘋狂輸入；三、讓你嘅大腦幫你自動生成。記住，大師同新手嘅分別在於大腦背景運算嘅數據量。咁跟住我哋就講下第二點，點樣利用鹿鼎思考帽去學習精英嘅多維度思考方法。呢一部分其實係愛德華·德·博諾博士 （Edward de Bono） 創立嘅鹿鼎思考帽多維度思考法，分別用白帽、綠帽、黃帽、黑帽、紅帽同藍帽去思考問題。白帽，數據狂，擺事實，現時數據客觀情況係點，只講事實，唔加感情。綠帽，喬皇，諗計仔，有冇突破框架嘅解脫方案？腦洞大開，天馬行空。黃帽，樂觀態，數好處，如果咁做，有咩機會同優點？樂觀展望。黑帽，悲觀精，挑骨頭，咁做會遇到咩風險同漏洞？魔鬼細節，專潑冷水。紅帽，直覺者，憑感覺，直覺上我覺得呢個方案點，唔理邏輯，信 gut feeling。藍帽，總指揮，終極拍板，綜合所有意見，我哋決定做最終判斷，定行動計劃。重點總結：綠帽分工，每頂帽代表一種思考模式，分開用先至唔會打交。唔好偏食，成日戴黑帽會變悲觀精，成日戴紅帽會變衝動鬼。藍帽係總司令主持大局，否則其他帽唔能夠達成協議。使用注意：
新手練習，初期按順序逐頂冇用，熟練後先自由切換，防止人格分裂，只喺重要決策時用。日常傾偈唔使咁認真。高手進階，真正思考時，綠頂帽會高速閃現幾十次，建議先練好基本功。下次遇到人生交叉點，轉工、投資、感情，試下召喚綠頂帽開會啦。咁嚟到我哋今日節目嘅第3點，沉浸閱讀心法，威尼斯閱讀同雜貨鋪閱讀。而家資訊爆炸，好多人覺得書同文章多到睇唔晒，所以喺你打開本書之前，一定要知自己為咩而讀。資訊越爆炸，越要少食多餐，睇少啲，但睇精啲。作者介紹咗2種高效閱讀法。第一種，威尼斯閱讀法，沉浸體驗式。想象你去威尼斯旅行，唔係為咗打卡或學嘢，純粹為咗感受水城嘅浪漫同歷史。點樣應用喺閱讀？適合睇小說、文學、傳記、藝術書。重點係享受過程，唔好急住學到嘢。關鍵係讀得慢，好似漫遊威尼斯，細味每個細節。仲有就係放下功利心，唔好諗住一定要學到嘢，專注故事情節同人物情感。推薦書單：人類簡史、百年孤獨、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、梵高傳。第二種閱讀方法就係雜貨鋪閱讀法，主動手刮式。想象你去一間雜貨鋪，目標明確，快速掃貨，拎走你需要嘅嘢，然後走人。點樣應用喺閱讀？適合睇工具書、乾貨文、技能書。重點係主動揾答案，唔使由頭讀到尾。關鍵係帶住問題去讀，先問自己我想解決咩問題，同埋跳讀加筆記，只睇相關內容，其他 skip。推薦書單：原子習慣、深度工作、窮查理的普通常識。點樣提升專注力？本書要夠吸引你。如果本書悶到你想睇螞蟻爬窗，斷網都冇用。選擇適合嘅閱讀法。想享受，用威尼斯法；想學嘢，用雜貨鋪法。嚟到我哋節目嘅第4點，非功利學習嘅紅利。點解要學冇用嘅知識？首先，咩先算係真正嘅功利學習？係咪解決眼前問題就叫功利？睇書只睇有用嘅部分？學考試要考嘅知識點？定係學將來有用嘅底層能力，好似邏輯思維、結構化思考？真正區分功利同非功利，唔係在於學咩內容，而在於用咩心態去學。功利性學習抱持點做嘅心態，學呢樣有咩用？要點樣先學識？追求封閉式答案，只能單線解決問題。非功利性學習抱持點解嘅心態，我點解想學呢樣？佢點解會存在？追求開放式答案，可以衍生出支線價值，將問題擴展成網狀結構。作者話成日有人問佢要提升認知思維能力嘅書單，講起呢類書籍通常會推薦認知天性、批判性思維、超越感覺等剛性工具書。作者就話可能喺短時間內睇工具書嘅獲得感好強，而睇小說好似冇咩用。但係你睇得多就會發現，工具書只可以俾你好多方法論同理論模型，小說講嘅先係人生，係經驗，係世界觀。有1000個讀者就有1000個哈姆雷特，呢個只會係小說嘅專利。睇工具書，你獲得嘅係功利性、單一嘅理論模型；而睇小說，你獲得嘅係對人生、對價值觀嘅思考同領悟，同埋睇事物嘅多個角度。呢啲就係非功利性學習產生嘅網狀支線價值。所以呢個世界根本冇真正冇用嘅知識，就算你覺得呢世都用唔着，佢都會內化成為你潛意識嘅一部分，可能喺某個你諗都冇諗過嘅地方突然間發揮作用。呢個就叫做世界觀拼圖。拼得越多，你嘅世界觀就越完整，慢慢就會培養出一種對信息嘅直覺。知識越多，你嘅直覺就會越準。只要你轉得夠深，就會發現唔同領域嘅知識其實好多都係相通嘅。你可以用理科思維解決生活問題，用經濟學角度分析兩性關係，用動物世界嘅弱肉強食來解讀公司文化，甚至用宇宙嘅浪漫嚟講情話。作者希望我哋喺學習嘅過程記住以下幾樣嘢：1、保持冇偏見嘅好奇心；
隨住我哋長大，好容易對事物形成固定啟發，甚至會對自己價值觀唔認同嘅嘢即刻判斷佢係錯。但其實世間萬物冇絕對對錯，關鍵在於你能唔能夠好似細路仔咁，純粹想知點解而唔係批判啱定錯。二，學多啲自己中意嘅嘢，唔好諗有冇用。中意插花，想學木工，考咖啡師牌，就去學啦。就算暫時唔知有咩用，又加唔到人工。要知道，從熱愛嘅事物中得到嘅快樂同滿足，會內化成為你嘅氣質。一個俾自己中意嘅嘢滋養住嘅人，係睇得出嘅。好多人諗盡辦法令自己變得有趣特別，其實只要堅持做自己中意嘅事就得。三，鍛煉想象力。想象力係我哋送俾自己最好嘅禮物，可以令平凡嘅生活變得有趣。而家所有被證實嘅科技，當初都只係幻想。凡爾納嘅科幻小說預言咗會上下移動嘅箱子，而家就係電梯。所以我哋平時唔好局限於眼前所見，要多啲諗下可以點樣組合、創新同遷移。有人話，出類拔萃係功利學習嘅成果，而博學多才就係非功利學習嘅專利。可能有些知識你用唔到喺工作學習，亦唔能夠成為吹水嘅話題。但當你透過呢啲知識，睇到阿拉斯加嘅鱈魚躍出水面，太平洋嘅海鷗掠過海岸城市，北歐夜空中絢麗嘅極光時，你會比純粹欣賞美景嘅人多一份新嘅感悟。少啲功利心去學習，你先會感受到真實世界嘅美好。當然，功利學習係必要嘅，功利學習好嘅人會成為工具大師、技術人才。但令你真正成為一個有魅力嘅人，可能正正係嗰啲非功利學習嘅部分。好啦，最後我哋會講21分鐘基調時區點樣拯救你嘅間歇性墮落。有句鹹魚名言叫持續性 hea 做等死，間歇性雄心壯志。我哋可以叫呢種現象做間歇性墮落。好多人對間歇性墮落嘅理解就係3分鐘熱度，其實兩者本質都差唔多，都係一種單向思維模式。覺得自己一決定做啲咩，就要持續堅持落去，直到養成習慣為止。作者話呢個就係佢同好多人都會有嘅誤區，以為自律初期要靠完美執行力驅進。大學時作者試過整張超詳細時間表，精確到幾點幾分做咩，做完就打個剔號。開頭幾有成就感，覺得一切盡在掌握。但副作用係，只要有一日遲咗半個鐘起身，或者有件事打亂節奏，佢就會成日都頹晒。反正今日個計劃都完成唔到，不如起一日啦，聽日再重新開始。結果連其他有時間做嘅計劃都唔做。後來情況越嚟越失控，生活節奏快咗，計劃成日被打亂，成日要重新開始。作者先發現問題，佢定計劃係為咗唔再拖延，點解而家浪費嘅時間反而多咗？就算完美完成一日計劃，都抵唔過放棄嗰幾日落下嘅進度。呢個就係完美主義陷阱。效率專家李瑞秋叫佢做自戀之貓，自卑對自己要求高嘅人，成日用挑剔眼光睇自己。拖延心理學呢本書話，呢啲完美主義者因為驚做得唔夠好，就會用拖延同墮落嚟保護自己。好多時墮落唔係因為件事好難，而係因為好難原諒自己墮落，結果否定成段時間。對自己要求高嘅人，甚至會否定埋自己。墮落係原因，又係結果，形成惡性循環。所以我哋需要用個骰子去堵住引發墮落嘅契機。呢個骰子就係晨間21分鐘基調時區。關鍵詞：晨間、基調。朝早嘅狀態通常會影響成日嘅行為模式。美國職場專家林恩泰勒 （Lynn Taylor） 話：朝早之所以重要，係因為會為成日工作奠定心理狀態。勵志演說家布萊恩特雷西 （Brian Tracy） 講過：朝早第一件事就食隻青蛙，咁成日都會輕鬆好多，因為冇更差嘅事會發生。意思係朝早完成最重要嘅任務，成日都會輕鬆啲。朝早選擇做咩，好大程度影響成日嘅走向。好多人朝早一起身就玩成個鐘手機，奠定咗玩嘅基調後，成日都好易墮落。作者話親身試過，朝早睇咗20分鐘劇，結果追足成日，因為唔想中斷個狀態。作者測試過好多次，發現21分鐘係最理想。每日較早21分鐘鬧鐘，呢段時間只做最想做、最重要嘅事。
我叫做基調時區，即係奠定成日學習基調嘅時段。當然，每人需要嘅時間唔同，可以自己調整。之前有人問單身打工仔點樣利用夜晚8至10點自我提升，作者嘅答案係：點解要用夜晚時間提升？點解唔用朝早時間？晨間21分鐘基調時區就係咁用。基調玩法1：最佳精力做創造性工作。夜晚學習容易拖延，放工後嘅時間睇落自由，實際上係俾身體休息用。忙完一日，身心疲憊，邊有精神學習？勉強只會透支自己。腦科學話，起身後2-3個鐘頭腦最清醒，工作效率可以係平時2倍以上。心理學研究發現，朝早係做創造性工作嘅最佳時間，因為瞓覺時大腦整合咗日間資訊，精力完全恢復。所以呢21分鐘要做最有創造力嘅工作，例如寫作、畫畫、列計劃等，盡量只輸出唔輸入。朝早時間先係真正屬於你嘅。老細唔會咁早揾你，同事唔會咁早要文件，客戶都未起身。呢段可能係唯一可以全身心投入嘅安靜時間。基調玩法2：預設明日計劃。互聯網模糊咗工作同生活嘅界限，放工後都要秒覆工作信息。Taylor 話，成功人士都知，早上會遇到好多突發事件，等到放工，你已經經歷太多嘢，塞車、開會挨鬧、同男友鬧交、睇工作群，呢啲都會令晚間學習計劃落空。所以夜晚唔好做學習創造類工作，可以休息下，做件輕鬆事，預設聽日計劃。每晚瞓前諗一次聽日嘅學習計劃，例如聽日8點起身，先做15分鐘瑜伽，睇10分鐘書。要預設動作，即係提前喺大腦種落預約學習嘅種子，等條件達成時自動觸發動機。朝早21分鐘好寶貴，唔好起身先諗做咩，利用預設時間嘅暗示性，等第2日自然完成計劃，令基調作用最大化。當你8點起身後，自然會去做瑜伽，做完又自動睇書，唔使再諗下一件事做咩，因為已經決定好。基調玩法3：用精力管理取代時間管理。而家我哋嘅時間永遠唔夠用，所以好多人吹捧時間管理，但時間管理本質唔係變多啲時間出嚟，而係更精細分割生命時間。社會學家鮑曼話，而家社會係液態嘅，流動嘅世界冇嘢一成不變，時間管理呢種死板嘢就顯得有啲雞啦。研究發現，我哋通常低估咗實際需要嘅時間。有時唔係你唔得，而係計劃趕唔上變化。美國調查顯示，員工一個工作日平均只有2小時53分鐘可以集中精神高效工作。對大多數人嚟講，點時間管理都慳唔到幾多時間。相比管理時間，提升同維持狀態更有意義。你只可以管理自己，所以我哋應該管理精力，而唔係時間。精力先決定單位時間嘅產出同利用率。喺精力最好時做最重要工作，做多啲；精力唔好時，求其做下就得，唔使逼自己跟計劃。我建議比例係5:2，唔使細分時間段，按精力分配就得。狀態一般時，學50分鐘休息20分鐘；狀態好時，連續學5個鐘再休息2個鐘。週末都係咁設定，工作5日休息2日，5:2係好科學嘅精力管理比例。當然唔可以日日都休息，咁就唔係精力管理，係懶啦。點解晨間21分鐘基調時區有效？因為你喺一日精力最旺盛嘅21分鐘內，完成預設嘅創造性工作，奠定成日嘅基調，達到心態狀態雙贏。放大時間尺度睇墮落，喺足夠長嘅時間尺度下，你嘅間歇性墮落其實只係短暫休息。理想需要長期累積，當你意識到要用1-2年時間達成目標，就唔會因為幾個鐘嘅頹廢而自責。你唔需要為墮落後悔，亦唔需要有罪惡感，因為你用少少時間換取更好嘅精神狀態，之後嘅學習反而更高效。彈性比完美更重要。真正影響你實現目標嘅，唔係一時嘅節奏打亂，而係打亂後嘅心態影響咗你原本嘅專注狀態。與其做一支容易斷裂嘅火柴，不如做一條有彈性嘅橡筋。今日狀態好，做多啲；今日瞓過籠，休息多陣。呢啲唔係墮落，
而係彈性調整。人需要休息，更需要原諒自己。逼自己排滿日程表，只會導致崩潰。健身嘅欺騙日概念，每週俾自己一餐放縱，反而更容易堅持3個月。身體同精神都一樣，偶爾嘅墮落係為咗行得更遠。記住，快速得到想要嘅嘢係詛咒，慢慢得到先係恩賜。你嘅間歇性墮落，其實係為持續性努力充電。希望今集嘅內容幫到大家，多謝大家收聽收睇。仲未訂閱嘅朋友，請立刻訂閱啦！仲有記得留言、讚好同分享俾你啲朋友啦。下集見。